哋會玩 Bible 啦，順便講埋我朋友創造嘅一個團叫做 QX 團。呢個團咧就只要5日等或以上就能加入，所以咧我其實我會都得長遠。大家如果想加我想加我好友揾我同事嘅話咧，就加入我好友啦。我 ID 名咧就係1PY成，所以大家歡迎干嘛呢？这么香啊！臭屁哦！190条，这么烂啊！打一人行啊，122啊哈！包枪来玩，步创团啊，得说哈。你玩的狙击枪啊哈，狙击枪，玩臭没玩。对哦，第二阶还要少多一个来行。我哋團都幾勁嘅。嗱，順便提提大家，如果你哋要加入普通成員嘅話咧，就要得閒嘅話咧就可以打贏我哋嘅。係大家，如果我朋友得閒嘅話咧，打贏我2小時就可以加入普通成員啦。受傷普通高級成員就唔同啦。我高級成員咧，如果我朋友得閒嘅話咧，就要打贏我所以有少少大不同。所以大家如果想加我團咧，就記得抽嘅我哋加呢個朋友有團。好搶喎！我發現咧，好似個格鬥嗰啲最少嘅就係咧，可以。至於打小條槍嘅都係公平啲。我提示啊，而家唔係考試啊，而家係打場。
係用嗰個呢個嗰招有啲慣性呢個。怎么干不用我东西啊？牛皮啊！係啊，外掛定係外掛？用呢個，用呢個，呢個。外掛。打不過，打錯咗當年，打唔過就唔好打。退場。好啦，咁今日就嚟到呢度，就拜拜啦。咁如果有錢嘅話，應該係7月14號之後會課金，所以咧大家就盡量訂閱啦。但係如果抽訂片一直水咧，所以咧你都知道我小學生嚟啦嘛，呢個，所以咧就少少出到少少慢，都有冇剪啲情出嘅，都有大個咧會參加啲咧水嘅廢話嘅。好喂，拜拜。係咁粗地。